共有17个小节。哦，所以就把他的介绍，他有非常多的歌，全部是台语歌，但是他是客家人。被称为台语音乐奇葩的邓雨贤，舍弃母语，以闽南歌曲起家，凸显大时代底下客家族群弱势的无奈。创作手稿乐谱在桃园的客家文物馆保存珍藏。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是定位为全球华人的客家这个影音中心。著作等身的文学家钟兆政毕生作品也集结于此。钟老在民间推动还我客家母语运动，官方也倾注资源，让客家乡亲不要隐形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既然已经在这个环境的话，就大家就不要客气，要把客家话传承下去。客家集体记忆不能忘，一碗平凡的客家小点，在吴志阳的脑海里浓缩一段光阴岁月。这个叫做牛温水。牛温水，牛就是牛，温就是问导游的那个问。哦，温的意思就是说在沾在水里面这样。客家元素结合文创概念，就能有吸引人的感动和经验。吴志阳自诩要向企业 CEO 施政结合文化行销，打造客家生活圈。所以这相关的这事务规划，我们要说，你真给喊没喊哦？现场真的很忙哎。不过来做都懂欢喜哦。现场说，但是我忙得很开心。吴县长这几年一直在推客家馆舍的活化，那么桃园的客家文化馆结合这周边的体验园区，无疑的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。在这里不只是保存了客家文化古今的风华，它也进一步希望能够创造更多属于客家文化 DNA 里面更多可能性以及未来可以发展的前景。认真嘅喊無限哦，唔過捱做得到放棄。認真嘅喊無限哦，唔過捱做得到放棄。